你信唔信今時今日69.9萬，我仲可以幫你喺 Markham 揾到個全新嘅 townhome啦！呢個社區一睇你就會中意㗎啦，周邊多間名校、公園、商場、社區中心應有盡有，交通非常之便利。大家好，我係嘉騰地產水晶姐姐，15年全職地產經驗，專門為客戶量身訂造適合你嘅購房計劃。今期要同大家介紹嘅係位於 Warden 同埋 Mitchell Mackenzie 西北角嘅一個大型嘅社區 Unity Towns by Chelsea Hill， 由著名開發商 Chelsea Hill 打造。舉步就可以到達 Angus Glen 社區中心，入邊有游泳池啦、圖書館、打 hockey、冰棍球、室內網球場、籃球場、羽毛球場等等，非常之適合年輕一代養育小朋友。數分鐘車程到達 Costco、大統華超市、萬錦廣場、新旺角廣場、室內購物商場 Markfield Mall 等等。離高速404都係5分鐘車程，到達407都係幾分鐘。高端站都有幾個，直達多倫多市中心。每一間屋格局方正，採光超好，裝修水準直逼5星級酒店。開放式飯廳配上高質感嘅廚房設計，一入屋就感受到溫馨同埋高級感嘅兼備。最特別嘅係仲有配置咗 Genius Package 智能家居系統，只要隻手輕輕撳一撳就可以控制燈光、溫度同埋保安，生活真係方便又貼心。呢度唔止係一個屋企，仲係一種便利、品味同埋成長嘅生活方式。要住得舒適、生活方便、環境又好，無論係首次置、換樓定係投資都非常之啱。首批買家仲可以享受高達15萬頂級裝修同埋家電。想了解更多嘅詳情，即刻聯絡我嘉騰地產水晶姐姐，我第一時間帶你睇示範單位，現場睇清楚，搶先揀個最啱你嘅 Dream Home。我嘅電話係416-557-8329。